齊白石畫蝦。齊白石是我國近代著名的國畫家，畫了80多年的畫，一直到93歲去世。他畫的小魚、小蝦、青蛙、小蝌蚪都栩栩如生。他畫的白菜、荔枝、水蜜桃也清新鮮麗。原來這位用心的畫家，小時候是個放牛娃。有一天，齊白石放牛回來，到池塘邊洗手，看見幾隻小蝦在水裏游來游去，覺得非常有趣，就把蝦畫了下來。從此以後，他就迷上了畫蝦。有一次，齊白石看着自己的畫稿，自言自語地說：這些蝦這麼死板，一點兒也不生動。他越看越不滿意，就從池塘裏撈了幾隻活生生的長臂蝦，養在魚缸裏。他經常站在魚缸旁邊，對着蝦仔細地觀察、寫生，有時還用筆桿碰一碰蝦鬚，讓蝦突然跳了起來，他就立刻把這個姿態畫下來。就這樣，他看了畫，畫了看，技巧也越來越純熟了。他畫的蝦外殼薄而透明，腹部的環節清晰可見，蝦鬚仿佛一碰就會動起來，真像活蹦亂跳的蝦。除了蝦以外，齊白石對其他動物的姿態和植物、景物、實物的細節都會細心觀察，因此山水、花鳥、草叢、蔬果、玩具都成為他所畫的題材。齊白石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全能的畫家。